你今日怎么了？连宽衣都不会了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以为如此就能救你弟弟吗？子歇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月儿，姐姐身受桎梏，小冉性命攸关，我要去救小冉，去救姐姐，子歇会等我的。月儿，记得公孙衍刚到秦国的时候，还是我给大王引荐的他。那时候的公孙衍，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第一次与大王见面，他与大王仿佛是前世的缘分，促膝交谈了一夜。寡人因公孙衍攻占河西之地，和诱服魏国主将公子昂的功劳，封他为秦国的大良造，这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殊荣。寡人真不信他会背弃大秦。大王，人心是会变的，有的人永远贪心不足。何况眼下张子与大良造水火不容，魏王又不停地差人给大良造送礼，我想目的只有两个：一是为提醒他还欠着魏国的人情；二呢，是为让他知晓，说到底只有魏国人对魏国人更亲一些。当下秦国权力三分，张仪与公孙衍相争，正好让公孙衍再生意念。公孙衍一向是心高气盛，魏王对公孙衍又是志在必得。对于公孙衍，大王还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大王，穆坚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出了何事？是关于芈月的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剑，魏夫人要施以宫刑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是魏良人叫侍女给老奴报的信儿。这个魏良人倒是个有心人。这个事说小也小，说大也大，老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才决定跑这一趟。一个小女子遇到这种事情，该是天塌了。大王要帮他，他要寡人帮他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是。来，喝酒。哎呀，后宫之事不胜其烦，大王到我这儿喝杯酒都不能踏实。当初长姐为我打理后宫的时候啊，寡人的耳根子清净多了。后宫女人多，是非也多，但大王过去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并不往心里去。后宫没变，大王却变了。
是不是大王又有心上之人了？长姐有雍大人常来陪伴，在北郊行宫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还拿寡人来打趣。这么说，大王今晚住在我的宫里，难免孤单，让姐姐安排一个好女子给大王侍寝。无妨。大王，芈月来了。他来了。是。他真的来了。看看去。哪个芈月呀？是不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？是。这么说，今夜不用我安排，大王也有侍寝的人了。此事寡人已经知道，既然有王后的应允，宫刑可免，但按秦律，偷盗他人财物必须责罚，哪怕是寡人的兄弟，也不能网开一面。眼下魏夫人执掌后宫，行事虽有些急躁，但并无大错。那不是偷，那把剑是公子壮丢弃在草丛里的，是生了锈的。怎么不是偷？那是谁家的园子？他拿走那把剑，告知了公子壮，并得到许可了吗？大王明示芈月，如何才能救弟弟？我大秦以法立信，刑上大夫，寡人帮不了你。芈月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大王的心情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就是你在这儿跪上一晚上，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大剑垂怜，能否安排芈月今晚侍寝？你说什么？芈月山穷水尽了，连这性命都不在乎，哪还在乎这身子？眼下只有这法子了，望大剑成全。给寡人宽衣。你今日怎么了？连宽衣都不会了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以为如此就能救你弟弟吗？芈月侍寝，心甘情愿。丫头，你的心思明明白白写在脸上，
你有难处，有求于寡人。可你知道寡人这一辈子最痛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被人利用。大王恕罪，芈月出此下策，的确是走投无路了。你对寡人并不真心，何苦如此？芈月，别无选择。起来吧，寡人从不强人所难。你跪着也没用。你打算让寡人做什么，是你的事；寡人打算做什么，是寡人的事。你出去。明日4时，他们就要对小冉动手了。真是稀罕事儿，你芈月也有服软的时候。听说你昨日从我这儿走后，去求过王后，却吃了闭门羹。我倒也是好奇，这王后一向是把你当成救命稻草一般，这次怎么就轻易放手了？怕是自顾不暇，只好把你当成弃子了。其实王后也应该心存谢意，我给你安排的去处并不算差。多说无益。这是你要我写的那封信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信。刚才我还在担心杀只鸡临死前还得正正翅膀呢，你可是惯于作怪。把你写的拿过来，让我细细看看，免得你在里面再耍什么把戏。见不到小冉，你休想拿到这封信。你若不给我这封书信，你那弟弟可就性命不保了。夫人，夫人，那小童他……你来的正好，把那小童给我带到这里来。不是啊，怒坚方才领人去了隐宫，把那小野种给带走了。什么？没事儿，小冉，没事儿啊，不疼。小冉，小冉，姐姐，小冉，吓死姐姐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姐姐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穆坚说，按大秦令，偷盗必须砍手。但秦王下旨说，念及小冉年幼，就割了一个小手指头。疼死了吧，小冉！姐姐，我小冉不好，给姐姐惹下这么多麻烦，请姐姐处罚。不怪小冉，小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是有人心存恶念，故意要害我们。那该怎么办？自今日起，姐姐一定要用性命来保护你们，让恶人再也不能欺负到我们头上。
小人。大家手脚都利索点儿，把这院子都给我打扫干净了啊！还有那边，还那一边。